依我看，放眼整个大业，最合你心意之人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啊！什么近在眼前啊？啊？画画你喝茶也不叫我。画画莫怪，是表哥疏忽了。背着我，肯定没干什么好事。你们继续，该干嘛干嘛。我喝我的茶，当我不存在就好。是，人多心盛，太子，请用茶。好。长安伯啊，善读诗书，明镜如水，仿佛天上流下来的融雪，纤尘不染。表哥今天说话怎么怪怪的？说来也巧，我这妹妹也喜好诗词歌赋，不喜人间烟火，一如那山巅上青翠的嫩芽。还嫩芽呢，我怎么一点没看出来？程安伯，你看这一茶一水，一个是历经了火遍日晒，一个流经了重峦叠嶂，今日在此相聚，那是多大的缘分呢？什么情况？太子妃所言极是，今日一聚，正是缘分。程安伯，何必揣着明白装糊涂？我妹妹的心思，别人不知，我还能不知吗？姐姐，飞仙，不如趁今日便表明心意吧。殿下，莫要开玩笑了。施小姐乃未出阁的闺秀，若传出去，恐误了名声。伯爷的意思是瞧不上我妹妹喽？施小姐贤淑大气，乃是京城公认的第一才女，容某。这话我怎么听得这么耳熟啊？而石姑娘更是大方贤淑，乃京城第一才女。不就是相亲嘛，绕来绕去累不累啊？表哥，我帮你吧。啊？郡主，太子面前不得无礼。石飞仙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想嫁给程安伯？玲珑骰子，安红豆。行行，别说了，都听不懂。程安伯，那你想娶石飞仙吗？程安伯，我问你，你想不想娶石飞仙？在下心系朝堂，成家之事暂不考虑。这不完了吗？他不想娶，表哥何必这么麻烦呢？哎呀，真是遗憾呀！一个大业第一公子，一个大业第一才女，原本多般配呀，可惜了。